嗨，大家好，今日講嘅係星岸資料嘅第30個視頻介紹演員蔡依林。生辰資料可以喺維基百科下載。星盤中有個特別星格，羅繼蘭節漏出金星，擁有呢個星格命主對結果要求極高，係個完美主義者。蔡依林出道以少年殺手之名橫空出世，憑藉對舞與音樂嘅極自敲，從偶像歌手蛻變為華語樂壇嘅唱跳女王。佢30年生涯不得見證咗華語流行音樂喺片時代到數位時代嘅轉型，更以自身經歷證明，偶像唔係天生麗質好彩兒，而係憑藉後日極致自律與堅持，就可以喺花瓶蛻變為實派嘅典範，成為跨越70、80、90後嘅共同記憶。1998年18歲，蔡依林參加 MTV 音樂部新生卡位戰唱比賽，以獨特嘅嗓音與穩定發揮奪得冠軍，從此正式踏入樂壇。2000年，佢發行首張同名片，蔡依林銷量突破40萬張，俾佢成為當年最受矚目的新人。事業嘅初升期始於2001年嘅 Lucky Number 同2002年嘅看我72變，尤其係看我72變片，細融合流行 R&B 等多元曲風同名派台歌傳唱度極高，不得蟬聯排行榜冠軍，更以亮眼銷量進一步鞏固咗佢市場地位。隨住事業發展，蔡依林唔滿足於單純嘅表演者身份，開始逐步向創作者轉型。2006年嘅片《舞娘》成為佢逆襲宣言，為打爛外界對其偶像花樽質疑，佢喺片中大膽挑戰鋼管舞、彩帶舞等多種高難度舞，以極致汗水打磨舞台表現，最終以此片首次奪得金曲助獎最佳國語女歌手助獎。創作之路重要里程碑出現喺2010年，佢喺 Myself 2010概念片中首次共詞曲創作，美人計、小傷口等作品融入個人情感體悟，展現出除母愛音樂造詣。2014年嘅片更加係創作巔峰，佢深度共製作片涵蓋電子、華語風等多元風格，成為其音樂創作能力重要見證。此後佢持續喺創作中突破。Ugly Beauty 片直面內心偽面，探討自我認同議題，再度斬獲金曲助獎最佳國語片，用一部部高水準作品證明住自己喺華語樂壇嘅持久生命力。星岸將每個喺 YouTube、Facebook 同 Res 更新，歡迎有興趣嘅朋友觀看。蔡依林嘅視頻就講到呢度，多謝大家嘅收看。